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，10月13日投票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搁去基隆相听，媒体问讲敢会特别针对民众党的支持者，爱引导无同意罢免，做伙来对抗民进党咧？谢国良是表示讲，所有的市民佮无认同民进党执政的人，拢是因争取的对象。发起罢免的团体今仔是坐宣传车四界去演讲，问讲市民到时阵做伙出来投同意票。 在新北市长侯友宜陪伴之下，到传统市场扫街。基隆市长谢国良受到闹热的欢迎，因为谢国良的罢免案要伫10月13投票，侯友宜搁一摆到基隆力挺谢国良。对民众党主席关体因为金华城案件遭到升压，媒体关心谢国良是不是呼吁小草投无同意票，到底对抗民进党。所有的市民朋友，还有所有的。 不认同现在民进党的执政的朋友，我觉得目前来说都是我们争取的对象。我相信基隆人真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一定支持我们努力做事的谢国良，继续调，继续做出较好的成绩。 对郭文泰，谢国良强调尊重司法，也支持郭文泰用行动捍卫清白，也呼吁支持伊的市民用出来投无同意票，可以继续服务。不过，听友团体是无共款的看法，因为有的小草因为无认同国民党批评郭文泰，反倒倒来支持罢免谢国良。国民党说，可能小草会因为要。 为柯文哲报仇，导致于挺梁。其实我们是展现相反意见的，我们是认为是有一批小草反而因为国民党最近攻击柯文哲力道，导致于他们决定来支持罢免的活动。事实上，为13开始罢免案进入倒头算一个月，听友团体就到基隆市政府头前举牌啊，宣传30条罢免谢国良的理由。14是启动宣传战车，伫个基隆的大街小巷宣传，号召市民到底响应罢免行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